陳詠琳完美的她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逼到自己做到100分，考試要全班第一，辯論比賽要冠軍。我一直都認為天主要我做呢個身體嘅主人，咁我就係天主挑選嘅特別的人。我做嘅每一樣嘢一定要完美，演講比賽要第一，辯論比賽要冠軍，就連係我每日返學前整頭髮都要早起半個鐘。我嘅目的就係要令每一條頭髮絲嘅存在都唔會多餘，但係唔係每一次都咁完美㗎嘛？唔完美，咁我嗰日一定會周身唔舒服。完美嘅話，咁我出到屋企門口嘅第一句一定就係早晨啊 ，Have a good day。然而我曾經喺學校嘅傳奇新星，打辯論比賽捧過最佳辯手嘅獎杯。喺學校做過大操時10幾次，但係可惜嘅係，大家都見到我就係現實中嘅月球表面，個個都覺得點解會有老師揾月球表面做 MC 㗎，仲揾佢參加演講比賽？唔係啩？點解我唔得啊？就連係我識咗7年嘅老 best 都係咁樣諗㗎，佢哋同我講：喂，你覺唔覺得嗰盞咁靚嘅光打喺你身上？但係搞到你塊面啲瑕疵好明顯㗎，你唔尷尬，我都當你尷尬啦。同我講呢番説話嘅人，一個係學生會會長，成日代表學校出去交流。你諗下，代表學校喎，見識廣，格局大。一個係拉丁舞界高手，樣樣精通，人靚聲甜。試問啊，唔通我冇羨慕過佢哋咩？我成日都諗。如果我可以做到佢哋咁樣，咁我嘅人生先係叫做完美。我原本以為我攞咁多獎，做咁多次司儀，我嘅人生已經好完美啦。但係就係因為月球表面呢4個字，將我從完美跌到落不完美。而咁啱喺1個星期之前，我代表學生會送贊助信，我送嗰2間都係塔石附近，但係我行下發現我好似蕩失路喎，重新行過已經嚟唔切，唯有頂硬上。於是我放低手機，抬起頭，見到靚得好純正嘅藍天白雲。我望下左邊係一棟棟紅黃色相間嘅建築物，我望右邊係一幅又一幅好靚嘅壁畫，畫入面仲寫住定格情緒，接納不完美的自己。當時我嘅 AirPod 仲播住一首歌，世界很大還很大，可以的，你可以有更好的。其實世界上有好多唔完美嘅人，但係有好多人因為自己嘅唔完美而感到自卑，有可能係焦慮，更加可能係抑鬱。但係你要記住，個世界咁大，一定可以有一個領域可以俾你喺入面發光發亮㗎。請大家記住，今日你認識咗一個曾經因為月球表面而自卑過嘅陳詠琳，但係今日佢可以好自信大方咁樣企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。自信唔係自大，係相信自己。多謝大家。